Hello，又係我聰聰發明記，今日到大家睇6833城巴45週年嘅 logo，睇到未？23歲姓劉嘅車長，佢又冇講姓係女士定係男士。不過呢，我調翻轉諗，你睇下11個月之前㗎啦，而家呢個政府呢，香港政府就想多啲人入行去揸的士、小巴同埋巴士。咁咧，23歲會唔會後生咗咧？去揸機場巴，唔係應該俾啲老手去揸嘅咩？因為後生咧，我又覺得多數揸啲短途車會好啲。咁你 A22去西九龍去邊度嘅？就去機場嘅。喂，去機場嗰啲俾啲新手揸，會唔會易咗出事啊？嗱，即係可能瞌眼瞓啩？你睇下。姓劉嘅車長喎，佢23歲啫喎，佢又冇講明係男性定女性。不過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女性咧，我就覺得危險啲。應該咧，我建議咧，就城巴公司咧，就應該俾佢就揸啲短途車先啱，長途車就應該俾翻啲老司機揸嘅，因為始終長途啊嘛。